早早，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5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珠。先开始，咱就关心风台。气象局针对风台路别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海峡，甲对台湾海峡甲东沙岛的海面拢有造成威胁啊。气象局伫头段8点40分，嘛有上新的预报，咱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。气象局持续针对台湾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早上8点的时候，卢比台风中心的位置大概是距离金门西南方220公里的海面上，距离台湾的本岛大概是400公里。预计接下来它移动的方向会在今天逐渐进入大陆广东之后呢，再转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。那台风后续移动的路径，我们可以从浅视图来看哦。预计今天它逐渐进入广东之后呢，由于导引气流稍微减弱，所以接下来1到2天移动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。5号、6号大致上是在广东到福建这一带缓慢的移动。7号逐渐往东北接近马祖地区，8号之后会进入台湾的北部海面。由于台风接下来预计在陆地上会停留超过2天以上的时间哦，所以受到地形破坏的影响，预估台风的强度接下来登陆之后，未来是有机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而后续它在7号到8号逐渐进入北部海面之后，强度是否有机会再重整，这个部分气象局会持续的观察。以这样的路径来说，整体而言，从今天一直到6号、7号，相对来说还是距离我们金门、马祖最为接近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金门跟马祖地区的朋友，接下来这2到3天还是要留意会有比较显著的风雨的状况。头先咱听到的是气象局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，咱即马做伙来看云图。近度的风台路撇会伫中国的福建甲广东登陆，沿中国的沿岸山顶东，有机会会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。虽然气象局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也过针对台湾本岛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也过伫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是爱细致强风大雨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准备要变风台的低气压，会行向日本，对咱台湾无影响。嘛要提醒乡亲，风台南边的对流会真旺，加上西南风，会甲水汽加入来咱的中南部，所以中南部会一直落雨，嘛有可能会上大雨，尤其是拜六的时，风雨会搁较大阵。那今仔日到明仔载天气，咱受风台甲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，伫各地嘛有阵雨，也是雷公雨，中南部可能有大水雨。伫温度的方面，中昼之前，若是无落雨的时，会较感觉有热，高温今日大约是30度至32度。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另外，伫今日透早5点50分，东部的海峡有发生规模6.1的地震，深度敢若17公里，算是浅层的地震。全台湾拢有感觉咧摇，感觉咧海，嘛有人红摇甲真神。气象局伫头拄仔嘛发布地震上新的消息，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说明。基本上，这个地震所造成的一个各地的震度，在宜兰市这边有4级，然后台北新北这边有3级，然后在其他的县市，像桃园县市这边也是3级，那其他的地方大概都是2级，所以大家会感受到蛮明显的一个摇晃，尤其在高楼或是在台北盆地这一边。奥运的新闻看煞，刷来甲乡亲咱做回来现报纸，来看今仔日报纸看什么重点。咱先来看自由时报，即马是绿竹笋的产季，家人7度甲暖暖的山区，最近拢发现山猪会起破海钓仔鱼，农民提出赏金，讲掠一只要赏1万块。市府是表示讲，只要毋是用投毒的、毋是用电的、无伤害动物的方式，原则上是会同意。毋过嘛建议农民会使设电子围篱。来看联合报，日本女子篮球队昨昏伫8强比赛伫尾16秒的时投入去，决定输赢的3分球，以86比85逆转拍赢比利时，在拍入前4强啊。明仔载4强比赛，日本要对法国，那另外2队是美国甲塞尔维亚，拢是真有实力的队伍。来看中国时报。家己新港应采产量占咱全台湾的8成，也毋过由于上大雨，损失是真惨重。家己的累积雨量一天就有300毫米。虽讲饮水这水已经退啊，也毋过即马土是伤淡，也无法度定静。未来2-3礼拜应采会大欠配。那高雄的内蒙，今年的龙眼自本是会使大丰收，也毋过嘛是因为落大雨，大水雨即马是害农民要靠无目屎。
南部大雨已经落几若天啊，山区真侪所在嘛有发生水崩山的灾情。若伫海墘啊，屏东的风港因为海流啊，各具风影，甲一寡柴壳拢冲入去渔港，即嘛是害渔船啊无法度出入。土石出落来当地山路，怪树啊南河抢通，电力大水河造成高雄山区的长期莲花道路，在67线4片3中前路段顶，几个所在土石绑起中断。工作人员只会当探到雨停，也是雨较侪时阵抢通。14.5K 跟15.2K， 它有土石崩落，目前抢通单线，都于是有稍停的话，尤其19、37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抢通到双线。新丰泰路票已经形成，林管处表示将会加强监控附近路段，有状况时派人抢通。大雨冲洗也影响到台南龙徛甲玉井等山区道路、地区道路地基绑起，几个所在土石出落来，土沙甚至冲入民家厝。雨就从要冲咱内面入啊，到即个河顶，安尼拄啊即个悬绵绵，我就赶紧甲挖即个空挖流。阿平哥会早来清一补清，到11点半天困，你食饭讲下晡要搁清啦。下晡阵啊落大雨啦，讲无法度通清啊。市府紧急申请国军支援，协助居民清理家园。因过大雨一直落，甲风台恐惊影响清理甲抢通进度。龙徛两处绑起的道路也咧抢修。龙徛区长表示，必要时将撤离居民到避难所安置。因过受到歹天气影响的毋那山区，屏东风港渔港随时早起，雨水查踏入海面。江边的渔船无详细看，也继续停伫落瓜梅中。台北风甲影的关系，将一寡漂流木搁扭倒出去，下载啊。搁塞入来，这个港嘴塌起来，另外开一个北边那边开一个港嘴，来甲改善。政府出动大型机库清理加上土楼，互渔港暂时恢复公平。不过，一个风台季加上陆地大雨冲洗倒塌港，清理这档地标无法度治本。当地乡公所甲民代等有缘希望争取重新改造、改善渔港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。从疫情爆发到今，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2亿例，死亡人数嘛超过426万人。咱来看详细的统计。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1例，目前咱台湾加强15742例。中国的病例有93000多例，香港超过11000例，伫日本是超过97万例。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、印度甲巴西。美国已经超过3600万例，印度超过3100万例，巴西是超过1900万例。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已经超过598万例，伫法国嘛超过624万例。来关心伊朗强硬派的新总统莱斯伫今仔日要正式上任，伊伫拜二的就职典礼顶头有发表演说，伊讲伊强调一定会找出方法来解除美国对因残暴的制裁，袂互外国人来影响因的生活。伊朗政府伫咧拜二办总统就职典礼，进前做法官的新总统莱斯得到最高领袖哈梅尼的正式认可，会伫当地时间初5上任。ما حتما به دنبال رفع تحریم‌های ظالمانه خواهیم بود، اما حتما سفره مردم را و اقتصاد را شرطی نخواهیم کرد. گره به اراده بیگانگان نخواهیم زد. 现任总统罗哈尼立场较温和，莱斯是较强硬保守。一上台了就讲要解除美国所实施的制裁，袂互外国人影响伊朗民众的生活。不过，伊进前也讲支持美伊伫咧维也纳所办的中法协议间接的谈判。哈梅尼是批评欧美伫咧变宣传战。دشمنان ما امروز بیشترین تحرکشون علیه ما بیش از تحرکات امنیتی و اقتصادی تحرکات تبلیغاتی و جنگ نرمه، تبلیغات رسانه‌ای است. برای اینکه بر افکار عمومی مردم مسلط بشوند مبالغ هنگفت هزینه میکنه. 莱斯上台了，上重要的任务是处理伊朗的经济问题，也有甲欧美愈来愈严重的紧张关系。顶礼拜，以色列一只油轮受到无人机的攻击，英美拢指控伊朗是主嫌。无讲一礼拜，又有一只船敢若是互伊朗劫持。英国的海军讲，这台船挂巴拿马国旗，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附近的阿曼湾，和德黑兰支持的武装分子扣留。不过，伊朗武装部队否认，也个批评相关报道是心理建设。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。
来关心欧洲的东南部最近是高温超过50度，热翕翕。这么悬的温度嘛，造成火烧山，而且更较害的是，这火拢拍袂化。星期暗，希腊首都雅典北部20公里外，松林野火烧甲照光夜空，真侪民家厝汽车遭烧害。当局下令疏散更较侪居民，出动500多名的消防员，10多只无人机甲300名警力来拍拼拍火，保证希腊当遭遇30多年来上严重的烧大。连日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加上强风，伫各地引起80多件松林野火向海岸地区传烧，造成火车甲部分高速公路中断，首都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。另外，土耳其为7月28起各地发生156场松林野火，南部土耳其甲爱琴海沿岸尤其严重，至少造成8人死亡。度假胜地马尔马利斯撤离情况，农民将牲口赶到海边避难，消防队陆空拍火，民众斗相当流水大。虽然大部分火场已经控制，也有11场的大火正在烧，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，天气大暑，拢不利救灾。 Şu anda bölgemizde olan yangından dolayı yangın önlemek için çalışma arkadaşlarımızla beraber yangının müdahale etmeye çalışıyoruz. Yangın önünü kesmek için ağaç motorlarıyla karşılıklı şeritler keserek yangın mesafesini düşürmek için 野火也引起政治吹乱。安卡拉当局提出追求独立的靠着工人党强攻阴谋论，也毋过无实质的证据。伫政治考虑之下，也只会当接受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协助救火。另外，伫巴尔干半岛高温强风同款造成野火真紧燃烧。克罗埃西亚海边度假胜地特罗吉尔野火用2天才得到控制，也阁有。 北马其顿的科卡尼野火烧害几啊栋厝，也佫造成真侪野生动物死亡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。今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？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。德国伫顶个月做大水，拄着历史性的大水，即马水退了后，浸过水的家具、废弃物本数是满世界，即便大水就产生一年的分数量，即马真好处理。 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呼吁富足的国家万请使第3档预防车，应该爱分场甲这预防车分互较弱势国家。也毋过美国伫今仔日已经正式拒绝。来关心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了后，嘛批准头一批要卖互咱台湾的对台军售案，内容包括 M109A6 自走炮甲相关的套件，计共7亿5千万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210亿。 镜头倒来国内，咱来关心昨昏，咱国内新增加20个本土病例，阁有一个大病入境的案例。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表示讲，拍算会使开放游泳池啊。若是业者有提出防疫计划，报互地方政府核准，安尼就使做生理替外开放。另外，针对国产的高端预防车，嘛宣布讲，按算8月中，民众就做会到啊。 拜三初是新增加20例本土病例，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4例上多，佮再来是台北市5例，桃园市1例，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。新北市有14例不过大部分都已经匡列起来，主要的来源是2个家庭，一个是2个群聚一个是家庭的群聚。 本土疫情稳定，顶礼拜疫情警戒对3级降级，不过游泳池这场所永远是无开放。游泳池业者甲相关团体呼吁，选手有训练的需求，希望指挥中心应解除禁令。对此，但是中讲，选手训练计划真完备，应该赶紧进行。不过，一般游泳池依然必须制定防疫的计划，报地方核准才法度来开放。平时的时候就要包含了相关的人流的管制、实名制。 好，那也要做分时段的开放，然后定期在分时段的中间都要做完整的消毒。疫苗注射继续进行，现总计已经855万人次已经注射，疫苗注射率是34.41%，这次的人口比率是36.19%。不过有6例已经做完2剂疫苗，依然是确诊，主要拢是 AZ 疫苗，加在拢是轻症。 2剂完整接种后的第14天以上，就是只有6例啊。那在我们的突破性感染发生比例约0.002%。
另外，新增加7件疑似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事件，其中6件是注射 AZ， 1件是注射无得力，是毋是甲疫苗有直接的关联，也有待调查。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，即阵疫苗剩的数量，中央甲地方要93万8千外剂 AZ 疫苗，无得力要66万外剂。另外，外界关心讲国产的高端疫苗什么时阵才注会到，但是中共8月下旬应该是有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世界向市，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。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0例，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14例。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。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有新北市，新北市是6825例。台北市有4820例，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，伫桃园是789例，苗栗549例，嘉南314例，彰化272例，台中有207例。昨昏并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。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，计共15742例，本土病例部分占14414例。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。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湘北市即马已经开放，会使伫餐厅现买现食，也毋过嘛传出有较真者要去过百货公司，所以百货公司嘛爱停业进行消毒。那台北市昨昏有新增加5例，新北市有新增加14例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这病例拢是甲邦桥某一间病院内底群组感染有关系。另外嘛有一寡是大工户大做伙的感染方式，目前有8人去围着。远东百货邦桥中山店有员工确诊，随时停业1天，门口有规划体检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已经安排中山店852位员工做体检，目前521位快筛阴性。所以我们一定把所有钱款全部匡列，全部裁剪。相对的也公布足迹，如果市民朋友有在我们公布足迹的当天有到元宝，可以到我们社区筛检站来做好筛检。湘北宣布会当伫个店来食，不过亲像邦桥中山店、宝庆店，拢传讲有员工确诊。侯友宜讲，防疫袂用个放松。新北市一日随时新增加14人确诊，连续2天确诊数拢双位数。主要是邦桥有医疗病发生群组感染，大部分是病人感染。另外一日刚好感染有8人确诊。跨县市通报台北5案，贵人2案，高雄1案。还有呢，他的同住的2个女儿以及儿子媳妇总共同住的6个人的感染，再加上另外1个女儿的感染。台北101国务中心遥员工确诊，感染源也搁伫咧查，随时封关1天。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考虑20个人，台北市一日随时新增加5个人确诊，其中2个感染源不明。还有自主健康管理有6个人，我们也都安排采检。那另外其他的接触者，我们也匡列了自主健康管理31个人。这些滤过性病毒也没有理由说3天以后还在那里。一般来讲，科学上应该是不会，所以我们有放宽一下。对于湘北开放伫个店来食，国务院认为一贯观察2礼拜，也修改百货卖场超商的维持营运的指引。若是确诊者伫咧3天内有经过，就至少要停业24点前久。那4天以前，计当天就当恢复营业。国务院也宣布开设特别门诊，长期追踪加照顾被感染的人，包括身体加心理的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马要做预防车，不管是头一档也是第2档，政府已经宣布讲，拢爱去预防车的登记平台去注文去登记。不过有一寡时段是惊讲，因袂晓用电脑会抢无预防车。即马伫新竹市，因是专工向中央争取讲65岁以上的时段，会当用做名册单通知的方式。即马嘛已经确认讲，所有65岁以上的时段伫新竹拢会当安排注射的时间。医生详细甲民众说明预防车资料爱注意的所在。针对65岁以上时代第2档预防车，新竹市经过向中央争取，确定会替老大人统一做册，唔免上平台预约，只要单通知就会使。民众嘛感觉这款的做法较好。需要造册啦，因为老人家有一些电脑他不会使用嘛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还是得麻烦政府去帮忙人民这样。老人家他可能不太会用手机的话啦，那可能只能靠他的子女吧。目前新竹市有超过8成的65岁以上时代已经做过第1档预防车，接下来同款会主动做册，通知时代来做第2档。未来我们会透过原有的这些资料
持续造册，然后发通知单，邀请他们来施打第2剂的疫苗。我还是会持续提供3个贴心的服务哦，包括免费的这个疫苗计程车，以及富康巴士，还有到宅服务哦。但是65岁以下，唔知安怎登记的时段，市政府保释疫苗服务专线，只要提供基本的资料，就有人安排注疫苗的时间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第30届团结金曲奖有真侪优秀的剧团甲作品入围，特别奖是颁予歌戏的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，也有已经过身的四海唱片的创办人廖庆元先生。以昭君出赛做分界，对舞台音乐服装到表演拢正有路，展现无限无共的民族风情。女主角王昭君由新团歌戏团东跳小段张明义演出，这出新团年度大戏《昭君丹青院》入围第32届团结金曲奖，包括最佳团体演出奖、最佳编剧奖、甲最佳导演奖等等6大奖项。新团歌戏剧团已经第32个年头啊。小团其实要来甲这出戏做起来，其实真无简单。老师嘛就拍拼，一直甲阮募款啊，吼，甲阮互阮这出戏会当演起来。除了昭君丹青院，同款是戏剧表演类6大奖项拢有入围的作品，又搁有唐美云歌戏团的《光华之君》，甲春美歌剧团参金鸡演社做伙演出的《雨中戏台》。小圣经是我的命。规个过程哦，这2团啊，本来是一个传统班啊，本来是一个是现代班，一个南一个北。结果阮咧排戏甲演出来这期间啊，2团的迄个斗阵啊，拢足融洽。其实就证明了，让台湾本土长成的这个传统戏曲，是在现代来讲是受到肯定的。这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的特别奖颁予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，出版类特别奖颁予四海唱片已经过身的创办人廖庆元先生。10月初9就会正式颁奖。记者民政林学凯台北报道。这届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充满日本的特色，而且有烟火，嘛有无人机的电工表演。英国一间研究相关表演的业者是表示讲，这么侪无人机的数量，除了无要突切，除了爱事先一直演练，嘛爱靠人工智慧。若为着环保，伊嘛希望未来会当加用无人机的表演来取代传统的宴会。这是2018年7月美国国庆假期期间，由晶片业者赞助的无人机灯光秀，伫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表演。伫阵嘛已经看到无人机伫咧真侪方面的应用，不过一般拢是一台尔。像这种灯光秀的表演，就要几落百台甚至几落千台，而且要照剧本背才袂小浪。 We've got an innovation pipeline that has AI at its core. And so in that innovation pipeline, we have a number of scenarios whereby we are working on live control, we're working on parametric controls, we're working on pre-visualizations. All of this is AI based. Imagine offering Van Gogh pain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. You know, I think what we have here is something just so epic in scale and yet totally customizable, and you know we're developing all these live control systems now that allows a human performer to manipulate these drones in the air and create giant 3D sculptures that are alive. 传统宴会的表演也同款需要事先安排剧本，知影用偌侪火药，向什么方向，射偌悬，有什么效果。不过宴会复杂，变数真多。甚至可能造成地面人员的伤亡，或者是财务的损失。若是用无人机表演，想要摆什么形拢会使，而且唔免担心爆炸所造成的意外，也袂亲像放烟火有真侪烟。公司新闻自家林编辑。天气报你知来关心风台路票，即马伫金门西南边的海面上，暴风圈已经针对台湾海峡，也搁有东沙岛的海面造成威胁。另外受西南风影响，咱中南部会上大雨，提醒乡亲爱细致。
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，上悬32度；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，上悬31度；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0度；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，上悬32度。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。感谢乡亲收看，祝乡亲平安顺心，明仔早起9点，咱再会。